台湾头一个家己做的卫星星系福卫8号头一粒这碧林卫星，去年11月底呢成功了后，今年1月开始执行任务。国家太空中心今日展示这头一批影像成果，范围会当翕到国内外真侪所在，影像翕甲真清楚，而且平本底设计是搁较好。 经过2个月一直操作到后前，国家太空中心赶伫农历过年之前公布这碧林卫星头一批5张卫星影像。台南安平鱼林码头区域清楚看到渔船开过水痕，高雄县达港区域因看到淡水甲海水水色无同甲波纹，船只结起来时个烟火也真清楚看到。福北位伫德科的旧厝塔萨。 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厝顶的标志，明治神宫棒球场的青色草布甲蓝色观众席，西班牙巴塞隆纳机场停机坪顶面的无人机也看得真清楚。经过了8年的奋斗、努力不懈，从2米走到1米，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，其实它中间的技术层次的提升相当的多，台湾在太空光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。 塔萨讲，经由美国军方定定用的影像判图解析力的标准验证，卡林原始影像解析度负下1米的规格，经由影像后处理的技术，进一步来提升到0.7米的超悬画质。另外，影像清晰度甲深造比率拢比原始的设计较好。台湾已经完全掌握1米解析度光学卫星的能力，能够在防卫和防灾上为我们守护家园。 影像成果也能援助友邦，帮助世界。福北计划主持人刘小晶指出，这碧林卫星拥有全球解析度上悬的红边波段影像，能应用在精准农业，也有森林的监测。叶绿素浓度还有植物的生长纹理，具有高度的敏感性，所以对于侦测红树林，还有附着藻类等生物，能够更精准的判断。 这碧林卫星达成并且超越预定的任务，刘小晶讲已经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，也就是原始解析度储备迈进，也让福北的第2粒卫星的组装完成，预计2026年底在 SpaceX 火箭来升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